讲这个基本工资明年阁要来调悬。劳动部长柯明春讲，这已经是小连续第8届调起到基本工资了。外界的预测，调悬的幅度伫咧3%到3.2%之间，基本的月薪会当冲破27000，时薪有782块。也毋过也是爱等到后个月审议会议了后，才会定案。 业绩市场想要买一块肉，钱就要愈赚愈多，因为鸡肉、猪肉一路贵到中秋节。关无了介绍是一直咧起，嘛互喜饼的老店挡袂牢化起价。真侪人拢希望讲薪水买当对得起，即卖好消息总算是来呀！劳动部长许明生表示，劳资双方有共识，基本工资明年还会继续涨，基本月薪可望突破27000。 钱变薄问题也是真严重，每一个国家拢真谨慎。韩国已经宣布明年上加薪水会调2%，严格调整的幅度是3年来上加。日本是伫7月底决定2023年头一遍调超过1000块的日本钱，调整的幅度是4%，历史上上悬。目前外界估计台湾会起3%到3%，虽然是赢韩国，严格犹原是输日本。 若确定调整的数字，也是要等9月份的审议才会定案。每次调幅都是微调啦，那我觉得对整体薪资的那个帮助不是很大。你涨薪水，然后你物价还是继续涨。 对，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差别，可能要有一些补助。生活开销是一直咧增加，参起基本薪水来比，有民众感觉来一寡补贴较实在。严格劳动部原本因为疫情做2档的补贴计划，就要划停。目前申请的金额若是用掉，就袂搁再发。前2年的情况是外销热，内需冷，才给予薪资补贴。今年的话，应该疫情已经也过去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我相信的话，应该就不会再有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考虑。什么拢起，基本的薪水嘛得要连续起倍当，得看卖啊是不是会当互民众感受到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